镜花水月心事，对牛上场能救狗，梦想成真，两世修。丁花白奴穿龙轻切翠竹下，施主下问最近他道理呀，大门口起水了，那门廊下，咚咚咚。雷蒙妹开门一后，哎，只见一月之下一个60岁的姑娘，自人相识，觉得奇怪。请问小娘子，到来何事？相公啊，你随听